改革開放以嚟，經濟發展加速，貨運需求大增，人口流動日趨頻繁，增加咗鐵路嘅運輸壓力。早喺1978年，改革開放嘅總設計師鄧小平喺乘坐日本新幹線之後，就有意發展中國高速鐵路。高速鐵路簡稱高鐵，通常係指以每小時200公里或者以上速度運行嘅鐵路系統。呢種高速而且載客量高嘅運輸方式，對擁有廣大國土面積嘅中國嚟講，有住重大嘅經濟意義。由於發展中國高鐵需要巨額嘅建設費用，呢個項目長期處於設計規劃嘅階段，到咗21世紀先至開始動工。中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資源分佈唔平均，鐵路作為最重要嘅公共交通之一，一直承擔住大宗商品、人流嘅主要運輸任務。朱鎔基總理一直十分重視鐵路嘅重要性，關心鐵路建設。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嘅編製工作始於朱鎔基任總理後嘅1998年，到2004年初國務院批准，經兩屆政府。2004年由鐵路部制定嘅中國第一個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獲國務院批准，中國正式宣布建設里程超過1.2萬公里、時速達到200公里或者以上嘅客運專線，組成4縱4橫高鐵通道，貫穿全國。4縱係指京滬高速鐵路、京廣高速鐵路、京哈高速鐵路、杭深鐵路。4橫係指滬漢蓉快速客運通道、徐蘭高速鐵路、滬昆高速鐵路、清泰高速鐵路。2004至2005年期間，中國與日本嘅川崎重工、法國阿爾斯通、德國西門子及加拿大龐巴迪等多家海外知名企業簽訂咗高鐵技術轉讓合同。呢啲企業同中國公司聯合設計同埋生產咗多款高鐵列車，全部均以和諧號命名。和諧號列車組於2008年喺京津高鐵正式投入運營，最高速度可達每小時350公里。從北京到天津嘅路途，由以往嘅2小時大幅縮減至只需30分鐘。呢個不單標誌住中國高速鐵路建設嘅開始，亦都初步展示咗中國高速鐵路技術嘅實踐。自此，中國嘅高鐵研發同埋建設都進入咗高速發展期。2008年至2011年，喺短短3年間，中國成功吸收來自外國嘅先進技術，自主研發同埋製造咗時速可以達到每小時486公里嘅新型和諧號列車。同時，第一期高鐵建設項目相繼完工，當初設計嘅4縱高鐵通道大致完成。例如，京滬高速鐵路便於2011年通車，解決來往北京同埋上海嘅交通網絡飽和問題。2013年年底，中國高速鐵路總里程已經突破1萬公里，超額完成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嘅目標。2015年起，中國高鐵技術漸趨成熟，並且具備咗自主研發嘅實力。中國與印尼及土耳其簽訂合約，出口自身嘅高鐵技術。中國高鐵技術正式開始備受國際關注。2016年新修訂嘅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提出咗持續擴展高速鐵路網，喺4縱4橫嘅基礎上，擴建至8縱8橫嘅高速鐵路通道。呢份規劃成為咗現時中國高鐵建設嘅藍圖。截至2023年，全國高鐵長度達到4.5萬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超過全球其他所有高鐵嘅總長度。中國不但擁有世界最大規模嘅高速鐵路網絡，同時亦都係全世界高鐵客運量最高嘅國家。中國高鐵嘅優秀不止體現喺長度方面，
多年以嚟嘅研發同埋實踐，使中國高鐵喺技術上同樣達到咗世界先進水平。首先，中國掌握咗喺唔同地質同埋氣候條件下建造高鐵嘅技術，代表例子有哈大高寒高鐵，即係從哈爾濱到大連嘅高鐵；海南環島熱帶高鐵；蘭新沙漠高鐵，即係甘肅省蘭州市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其次，中國高速鐵路嘅列車組經歷咗多次轉變，到2016年，中國已經可以完全自行研發製造列車組，該列車組稱為中國標準動車組。2017年改稱為復興號。自此，中國有咗全面自主研發同埋製造高鐵列車嘅能力，唔再依賴外國技術同埋組件。同時，高速鐵路嘅營運管理系統實現咗高度數字化同埋自動化，包括採用電子化票務系統、自動化車輛調度系統等，大幅改善咗營運效率同埋乘客體驗。高鐵嘅高速發展徹底改變咗中國人民嘅交通模式，為沿線地區帶來咗直接嘅經濟效益，促進咗旅遊業、服務業同埋零售業嘅發展。城市間嘅經濟聯繫變得更加緊密，實現咗區域經濟嘅協同發展。例如，正逐步實現嘅粵港澳大灣區1小時交通圈，就係利用交通基建，使大灣區城市間嘅通行縮短喺1小時之內，令大灣區居民將來出行更加方便。由於高鐵亦都縮短咗居民出行嘅時間，因此人們到國內各城市或者鄉鎮旅行變得方便，促進咗文化交流同埋資訊流通。此外，高鐵作為一種環保高效嘅交通方式，比汽車同埋飛機等其他交通工具嘅能源消耗同埋碳排放量亦都相對較低，咁樣有助中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實現持續發展嘅目標。為咗平衡發展同埋環保，喺高鐵嘅建設過程中，中國高度重視生態保護，採取咗多種措施減少對環境嘅影響，例如採用隔音屏障，減少高鐵噪音，保護野生動物嘅生存環境等。隨着全球化嘅深入發展，中國高速鐵路將喺一帶一路等國際合作架構下擴大其影響力，推動全球高速鐵路技術同埋管理經驗嘅交流與合作。例如2023年，中國與塞爾維亞簽訂咗高速動車組車輛採購商務合同，意味中國高鐵將首次出口歐洲。雖然高鐵唔係由中國發明，但係中國經歷咗好多艱辛同埋考驗，從唔同先進國家引進技術，依照國家嘅特色同埋條件，建設出屬於自己嘅高鐵系統。中國高鐵嘅快速發展係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嘅里程碑。佢不單展示咗中國喺科研同埋管理方面嘅實力，亦都為中國嘅經濟注入咗新嘅活力。